大家好啊！咁之前就見到有人留言啦，問邊度有我哋嘅課程資料嘅。其實我哋每段片咧，最後咧都有介紹我哋嘅網頁㗎。咁網頁上邊咧就會有我哋嘅課程資料嘅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留意下啦。咁今日咧我哋都係會講下一啲演算法嘅。上次就介紹咗呢個 KNN 算法啦，其實都強調過，仲有好多嘅演算法咧，其實都適合用嚟分析股市，又或者設計啲交易策略嘅。例如今日會講嘅呢個叫做 Random Forest 咧，就係其中一種嚟嘅。咁個中文名就叫做隨機森林啦。如果大家去維基百科咧，就會見到佢話Random Forest 咧就係由好多一啲決策樹組成啦，然後就話俾你知可以分類同埋回歸啦。如果一啲新手睇完咧，就應該大部分都睇唔明嘅，咁而且更加唔會知道咧應該點樣應用喺股市上面嘅。首先要寫一個 Random Forest 咧，其實好簡單嘅。一般咧，我哋都係會用 Python 嘅 sklearn 嚟寫嘅。咁其實你發覺咧都唔算太複雜啦。例如好似我哋教過嘅用呢個 TALab 啦，又或者我哋喺課程教過寫一個 LSTM 嘅 AI 模型咧，其實你發覺啲語法都好相似嘅。不過咧，今日我哋呢段片咧就係會教大家咧點樣用 TradingView 嘅 Price Skip 咧寫到出嚟嘅，而且寫到出嚟之後咧，你會發現過往一啲咧好簡單嘅入市準則。例如好似 MACD 快線升穿慢線啊，COLAT MACD 嘅快線升穿慢線啊，或者 RSI 升穿50跌穿50啊，呢啲咁簡單嘅準則咧，如果你用咗 Random Forest 去組合起嚟咧，會突然間變咗咧好有用嘅入市信號。不過大家就要先明白呢一個 Random Forest 嘅原理嘅。首先要知道乜嘢叫做決策樹先啦。例如你而家公司要請人。咁首先，可能你會睇下嗰個人有冇相關工作經驗啦。咁如果有嘅話，咁就可以請啦。咁如果冇嘅話，你會再留意究竟佢有冇 AI 嘅相關知識。如果有嘅話，可以請啦。如果都冇嘅話，就唔會請呢個人啦。咁呢幾個 step 咧，組合埋咧，就為之一個決策樹。如果你要應用喺咧寫交易策略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就可以將幾個唔同嘅買入準則，例如我哋啱啱講嘅 MACD 嘅快線係咪高過慢線啦，然後個股價出信號之後究竟升定跌啦。同樣我哋可以睇 COLAT MACD 嘅快線係咪高過慢線，咁同埋 RSI 升穿或者跌穿50，咁究竟之後個股價升定跌啦。咁亦都可以睇埋呢個 ATR 啦，有冇升穿佢自己嘅 SMA10啦。呢四個咁嘅買入信號咧，我哋都可以當做一個 Random Forest 裏邊嘅。然後咧，如果你用 Python 寫嘅話，Random Forest 咧就會隨機抽啲數據出嚟做訓練嘅。例如啦，佢個過程裏邊咧，佢會將呢四個咁嘅買入信號咧就歸類嘅。咁最先你可以設定咗，譬如 A、B、C 三個類別嘅。譬如 A 咧係代表強烈上升嘅。B 係一個普通嘅升浪嘅啫。C 咧就係觀望嘅。佢 random 咁樣抽啲數據咧去做訓練嘅時候咧，就會將呢四個咁樣決策樹咧每一個去分類。咁可能你見到第一個分類咗做 A 啦，第二個分類咗做 B 啦，第三個分類咗做 C 啦，第四個都係 A，然後就會投票。四個裏邊有兩個都係 A 啊嘛，即係 A 佔比較多啊嘛。咁最尾嘅結果咧就代表你呢個策略出嚟嘅信號咧就係代表 A 嘅，即係強烈買入嘅。但係大家都可能會發現，如果淨係用呢個原理去寫個交易策略，當然唔夠啦。一般嚟講咧，如果用到呢一個 Random Forest 去寫一啲交易策略咧，其實喺投票呢個過程裏邊咧，我哋會轉為咧一個叫做權重投票嘅。咁究竟係乜咧？例如啦，我哋透過一啲計算啦，譬如最簡單，我哋可以用一個 linear regression 啦，我哋將 A 計到佢嘅權重係0.5，B 咧佢嘅權重係0.3，C 嘅權重係0.2，
然後咧我哋可能會界定最尾加出嚟嗰個權重咧要夠2咧，我哋先至會入市嘅。好啦，咁假設啦，而家出咗嚟個結果係 A 加 B 加2個 C 嘅話，咁其實最尾係得1.2啫嘛。好啦，如果係2個 A 1個 B 再加 C 咧，你發覺最尾個答案咧計出嚟咧就達到2啦，咁樣咧先真正去入市。嗱，但係其實有啲準則咧唔淨止用呢一個 linear regression 去計算嘅，例如MACD 同埋 Zero-Lag MACD， 我哋成日都會發現，如果個市窄幅上落嘅時候咧，Zero-Lag MACD 因為出信號比較快，其實佢喺窄幅上落時咧會特別多一啲咧所謂嘅假信號嘅。咁窄幅上落市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用傳統嘅 MACD 咧反而比較好嘅。咁調翻轉啦，如果係一個市況比較波動嘅情況，又或者係一個明顯嘅升浪或者跌浪出現咧，其實我哋用 Zero-Lag MACD 咧就會比較好啲嘅。咁因為佢出信號係會比較快啲啊嘛。其實我哋都可以加一個準則落去，就係如果個市況個波幅比較大嘅時候，Zero-Lag MACD 嘅權重咧就會比較大。如果咧個市況波動比較細，就會傳統 MACD 如果出現快線升穿慢線呢種信號咧，佢嘅權重就比較大。嗱，如果你咁樣去做咧，其實你成個交易策略，即使呢4個準則基本上都係一啲好簡單嘅入市信號，但係成個策略都會唔同晒。你會發覺喺窄幅上落市嘅時候，你會特別用到多啲傳統 MACD 嘅信號。不過個市比較波動嘅，可能你會想早啲入市嘅，你會特別用到多啲呢一個 Zero-Lag MACD 嘅信號。而同樣 RSI 又或者係 ATR 都係可以配合個市況去增加或者減少佢嘅權重嘅。咁變相令呢4個咁簡單嘅入市信號咧，組合起上嚟嘅時候咧，就變成更加有效。咁不過大家可能會即刻諗到啦，Random Forest 係要用啲數據去訓練再分類。咁呢部分其實 TradingView 嘅 Price Skip 咧係真係寫唔到嘅。咁如果你真係要用 Price Skip 去寫，究竟應該點樣做咧？嗱，其實我哋可以嘗試啦，譬如呢4個咁簡單嘅入市準則，我哋不斷用啲新嘅數據去睇下中定唔中。例如 MACD 嘅快線升穿慢線之後，好啦，咁個股價真係升嘅話咧，咁呢個入市信號嘅權重咧就會加0.1。但係如果個價係跌落去嘅話咧，佢嘅權重咧就會減翻0.1。即係話我哋不斷動態咁樣去計算每個入市準則嘅權重。嗱，咁樣咧，其實一啲好簡單嘅入市準則咧，經過呢個步驟嚟組合之後咧，會突然變得好有效。嗱，我哋可以睇下呢個例子啊。嗱，近期咧 Nvidia 就係咁跌啦。咁我可以睇到咧，基本上佢係由上個月18號咧開始由高位跌落嚟啦。嗱，如果我哋同樣用頭先嗰幾個準則，但係動態咁樣去計算佢嘅權重嘅，咁我界定咗啦，佢嘅權重咧係要達到0.6咧，我先至會入市嘅。咁你會見到係咁嘅，呢啲位咧其實就係顯示咗咧，唔同時間嗰4個準則咧，佢嘅權重係幾多嘅。嗱，我改翻少少，等大家可以清楚啲睇到。嗱，放大咗之後咧，大家應該會睇得清楚啲嘅。嗱，好似係呢一日，到咗一個2月20號，你會見到咧買升嗰邊咧，傳統 MACD 呢個權重咧係跌到得翻20，咁但係 Zero-Lag MACD 個權重咧就會去到90。嗱，RSI 嘅權重咧得翻3，ATR 咧就變咗0嘅。但係如果你係買跌嘅話咧，
你會發覺啊，都係 Silverlake MACD 個權重高啲。咁咧 RSI 9咧，佢嘅權重咧去到45。嗱，大家可以諗到嘅。嗱，呢段時間咧，其實 NVIDIA 都跌得好犀利。嗱，如果你用 RSI 升穿50就買入呢個準則嘅話，其實你會發覺不斷錯啦。咁買入信號嘅權重咧就會不斷降低啦。咁但係買跌嘅話，其實個權重咧就會提高翻噶嘛。同埋個波幅咧開始又大翻嘅時間咧，好似我頭先咁講，應該 Silverlake MACD 個權重會大啲。所以你見到咧，好似而家一個黑色箭嘴呢個信號咧，其實咧佢就係用咗 Silverlake MACD 嘅信號特別多嘅，同埋 RSI 嘅信號都特別多。咁呢一個咧就係將呢4個咁簡單嘅入市準則咧，透過不斷動態去計佢嘅權重咧，令到佢變得更加有效。嗱，另外我哋可以睇下呢個例子啊。嗱，呢個例子咧，我就淨係用咗 Silverlake MACD 同埋傳統 MACD 嘅。嗱，咁你會發現咧，喺呢啲位啦，其實係個波幅咧特別細噶嘛。Silverlake MACD 嘅權重咧就會變咗特別細。咁而去到呢啲位咧，個波幅開始擴大嘅時間咧，Silverlake MACD 嘅信號咧，佢嘅權重就會變翻更加大。其實你好簡單用呢一個咁嘅原理咧，已經可以改算到咧 MACD 嗰啲信號咧嗰啲準確程度。因為其實好簡單，你波幅唔同嘅時候，理論上我哋應該等個程式自動幫我哋轉，究竟依賴 Silverlake MACD 多啲，定係傳統 MACD 多啲？嗱，其實唔止係呢一類嘅策略，好多時候咧，我哋用嘅入市準則咧，可能更加複雜噶嘛。例如，好多人會用到幾個 time frame 噶嘛。例如，可能你用緊1分鐘圖啦、5分鐘圖啦、15分鐘圖、小時圖。哇，有時你就會發現，咦，1分鐘圖同5分鐘圖有信號咧，就已經入得噶咯。但係有時你會發現，咦，4個 time frame 嘅信號都配合到咧，先至可以入市喎，個準確程度先至會比較高。咁究竟其實乜嘢情況應該淨係睇2個 time frame，乜嘢情況又應該睇晒幾個 time frame 咧？咁其實咧，大家就可以用呢個方法，不斷動態咧去計算每個 time frame 嘅權重，咁咧成個策略就會好好多嘅。嗱，要用 price skip 嚟寫呢一類咁嘅策略咧，其實都唔太困難嘅。咁你學識咗之後咧，其實你就可以將唔同嘅入市準則，用呢一類嘅方法加唔同嘅權重比例，你會發現過去咧，你可能諗過好多嘅策略啊，都好似唔係好得。但係你用呢個原理去再改良咧，其實個效果咧就會完全唔同嘅。嗱，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影片啦，歡迎訂閱我哋嘅頻道啦，同埋我哋嘅網頁啦、Patreon啦、Facebook 專頁啦，都有更加多嘅教學。